小朋友好，你们都好吗？你们有出去玩吗？那今天老师特别带了太阳眼镜。如果呢，你出去玩的时候，太阳很大呢，要记得戴上太阳眼镜，保护你的眼睛哦。那今天我们要来说的故事是我要玩。小朋友，你们看这个小女生，她有什么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在她的手上呢？那是不是有看到汽车，还有球球呢？好，那这只小熊又是怎么来的呢？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哦。今天呢是佳佳的生日，这个女生叫做佳佳。佳佳生日的时候呢，她呢得到了一只小白熊做她的生日礼物。好，那这个小白熊呢，在她要睡觉的时候，突然就说话了。走吧。佳佳就很惊讶的说：“哈，你会说话哦？”“是啊，我来带你去实现你的第3个愿望。”“啊，什么是我的第3个愿望啊？”“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今天晚上说呢，我希望呢，就是天天都是星期八，天天都是星期八，星期八就可以不用上学，不用写功课，可以一直玩，一直玩，一直玩。妈妈也不会叫我去睡觉了，还可以吃好吃的东西，对吗？那真的有星期八哦。哦，妈妈说第1个愿望跟第2个愿望，可以说出来，第3个愿望不要说，就会实现啊。小熊说：“对呀，我就是来带你去实现你的第3个愿望的。那我们一起走吧。”啊，真的，哇，好像很有趣耶！你看，小朋友，你看，这只小熊变成大熊了，对吗？这样子，它要带它去哪里呢？大熊呢，就带着佳佳往窗户外面飞出去了。哇，我们来看看它飞到哪里去了呢？哇，小朋友看到很多很多的星星，还有一个月亮，对吗？它们飞到天空上去了。哇，这个晚上的天空很黑，城市呢也很安静，大家都在睡觉了，所以他们就飞，一直飞，一直飞，飞过城市的天空，还飞过哪里呢？哇，飞到这个海上来了。好，小朋友，你们看到这里有什么呢？对了，有很多的鸭子在海上呱呱呱，对吗？怎么会很多的鸭子呢？好奇怪哦。好，那他们呢又坐在金鱼的上面哦，经过了海上呢，他们又到哪里去了呢？哇，他们来到了一座小岛。这个小岛有没有很像草莓啊？是不是？好，那他们来到这个小岛呢，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哦，我们来看看。哇，好多好多的玩具哦！有什么玩具呢？有玩具人，有毛娃娃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士兵，他们都来欢迎他哦！叭叭啦叭叭叭叭叭！哇，他们呢在做什么呢？他们在欢迎佳佳来耶！哇，佳佳就觉得哇，怎么这么多玩具啊？哎，不对，
都没有一个人哎，连一个人都没有。应该说，全部都是玩具。哇，小朋友，你们看到什么玩具了呢？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好，那玩具有什么呢？当然有恐龙哦，有小木马，还有洋娃娃，还有小绒毛，还有什么呢？哦，还有机器娃娃，还有你看到什么了呢？说说看。哇，然后呢，这一些玩具呢，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给佳佳吃哦。你们看是什么东西？哇，好多的蛋糕哦，就是他的第2个愿望哎。他的第2个愿望呢，就是希望呢，他每一天都可以吃甜点、吃蛋糕，还可以吃到冰淇淋。哇，是不是很棒？如果每一天呢，吃完饭都有冰淇淋、蛋糕可以吃，小朋友很开心的嘛。好，你看他们是不是很开心呢？哇，佳佳每一天都好快乐哦。他跟大熊一起在这里吃吃喝喝，玩他想玩的。每一天呢，都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情。但是你看佳佳，佳佳开心吗？看到佳佳了吗？他开心吗？好像不开心，对吗？看看，那为什么他不开心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哦，他说：“我想妈妈了，我想要回家看我的妈妈。”哦，其他的玩具就说了：“你怎么会想妈妈呢？妈妈有什么好的？妈妈有叫你做功课，又叫你写字，又叫你去做这个家事，然后又叫你吃你不喜欢吃的东西，对吗？”可是佳佳还是很难过啊，对吗？佳佳呢，他就说，虽然我的妈妈叫我做这么多事情，可是我还是很想念她。她是我的妈妈，我爱我的妈妈，对吗？小朋友，你们说玩具开心吗？玩具也不开心，他们就说：“你不要回去，你在这里跟我们一起玩，好吗？”佳佳就说：“可是，如果我在这里的话，我就没有实现我的第1个愿望了啊。”佳佳的第1个愿望是什么呢？小朋友猜猜看。哦，他的第1个愿望是要跟他的家人永远生活在一起，很开心的在一起呀。那他现在就没有跟妈妈在一起了，对吗？好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大熊就说：“好吧，那如果这是你的愿望的话，我只好带你回家啦。”那这一只玩具狗呢，他们也都很舍不得佳佳走哦，他们都不希望佳佳离开玩具王国，就是星期8的王国。这个星期8呢，没有星期1，没有星期2，没有星期3，没有星期4，也没有星期5，没有星期6，也没有星期天，只有星期8，对吗？这是他的第3个愿望哎，他来到了这个星期8的王国，他不开心，玩具也不开心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带你回家吧。哇，小朋友你们看，星星是不是带下了很漂亮的彩虹呢？那
大熊猫、大白熊跟佳佳就很开心哦，他们就要准备回去了。哇！佳佳坐上了大白熊的背，然后呢，又飞到天空中去了。啊，飞回原来的路哦。他们飞呀飞呀飞呀，经过了很多的星星，然后呢，终于回到他的家了。佳佳开心吗？很开心，对吗？可是呢，你们看，这个玩具开心吗？不开心，他们还是觉得好奇怪哦，为什么佳佳不喜欢玩具王国呢？为什么玩具王国还是留不住小朋友呢？每个小朋友来这里玩了一阵子，就要回家了呢。小朋友，那你呢？你喜欢去星期八的王国，还是喜欢跟爸爸妈妈每天在一起呢？那爸爸妈妈教你们做事情，虽然有时候你不喜欢做，但是呢，他们呢都是要帮助我们哦，长大成为一个很棒的小孩哦。如果爸爸妈妈要你吃不喜欢吃的蔬菜水果，也是希望你很健康。对嘛？如果呢，你可以帮妈妈、爸爸做家事、拖拖地、洗洗碗，还有洗衣服的话，是不是你也很棒呢？还有呢，如果爸爸妈妈要你写功课、读读书，这样子也是让你可以看见更多更多的东西啊，你就会知道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哦。那你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我要玩。好，那你可以再看一遍，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说看这个故事哦，好吗？好，小朋友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